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3回。当八后曲项落梅林相会，想不得曲项家也是终身不脱，但弄不明白，赶忙的里也得曲折。所以当人家等了一对这个曲项水里挪子是梅花，大得望听哪想当人谁得望听，一看嘛，哎呀，不人工这个唱是好啊哩。所以曲姑娘一枝梅花挪得望听哪想是梅花花瓶上一插，来他看看不懂，啥时间的曲项黑得来，一定有人这个曲项。该得丞相出去看看啥人，丞相叫出来嘛，当不好像那么讲，这还是句话呀。哎呀，丞相姐姐，这必须要是哈，我是当了你姐姐手中拿了一枝梅花呀，想不得是曲项姐姐总要请姐姐注意我啊！哎呦，那么那弄法你了，他已经看见那门里了上一样子哟。哎，我是不注意呀，那弄法你。哎呀，谁家丞相让湘北发个人光不吃，来自一个阿弟小阿弟，啥人呢？是东吕郎窦娘娘身边。窦娘娘儿是在呼吸里，这个小伙子们今年嘛只有11岁了，哎呦没好不像个，加上里呀，没来这个壮没来这个壮，打白旗这样一个，所以窦娘娘提了一个名字叫小白旗，这个小白旗呢，咱芝麻是个雕子。实在嘛，窦娘娘呼吸得够文字，我当时叫你雕子，那么雕得不人工。那反归啊，一个小奴雕子嘛，才是窦人搞出来。你往往个小奴刚讲为谁？我个娘家啥是习惯呀？加上不要去搞你雕子的，没好加上老爸爸们老爸爸说，那么加上二爸爸，那么大爸爸。加上说什么，那就像嘟嘟，那么的嘟嘟，这样子的了，老子。我要去搞你习惯了呀，你身边是个小眼睛不来嘟嘟头啦，那么的，就眼睛闭拢个人。你往往个小奴刚讲为谁？我个娘家啥是习惯呀？加上不要去搞你标志的，没好加上老爸爸们老爸爸说。就像二爸爸，那么大爸爸，加上说什么，就像嘟嘟，那么的嘟嘟，这样子的了，老子。我要去搞你习惯了呀，你身边是个小眼睛不来嘟嘟头啦，那么的，就眼睛闭拢个人，这么一个汉子不嘟嘟头呢，那么抖起来些当相当子，那个种习惯。小不是嘛，窦娘娘呼吸死了，那么搞你雕子嘛，雕得不人工。东里让窦娘娘炒小不是，拎子上小地洞，搞你到厨房里向去拎点米汤水，搞你找小地洞。那么相夫来得到呀，这小不是嘛，不大认得个，于是乎搞你走到厨房里向去拎点水嘛，你走个位，走错了这个走到房厅上来。那么高先生光里也走错，要走错个位嘛，修到房厅了。哎呦，到房厅老师看见狗啊狗打个丞相叫他眼睛都光比少。是呀，我的是不大懂啥过来家人啥的没规矩。哎呦，这跟边要耳朵啊！哎呀，是不是嘛？对的，对不对？对的。你老大去家？到去临水。临水，我电子杂志临水，临水嘛，不是最简单关你到了房厅要你最求着哇？我也到一房厅啊！哎呦，那对拖地，那我家来都提的。你没见过啊？丞相叫苦力也围住去嘛，也想哪有办法的？
来他会在我出来说说看啥人这个吹响，本来我没办法想，现在来自个小不是带领子哟。我来挖插个小不是去骗个老草不没老得着，别个里头讲起我来轻轻这个，是不是啊？你咋激动这样报？激动报去呀？弟，报个对。我们呢？你阿位识句的？这大大识句哦。在那，哎呦，把鸡巴一塌糊涂。在那这句啊？识句哦。这句哦，那为的哇？为干？为的起句了，为的用句。啥个词句了用句的？起句嘛，学的，用句嘛，起好的。你这懂哪里哩？不对劲，这大大，这个比句子这样。我句点。那么你在那这句我们对的句点，不对个呀。那么大胆，我跟你识句我们呢，是带着人米浪去哈是两啥？去哈是两啥？哈是两啥？不对的，这都是在帮我。说帮我呀？别说个事业了，我讲。这帮我为的。为干？为的。那么我跟你讲，你当我识字句我们，我本来100铜的。我这句100铜的。100铜的啊！你带头拿，对没有？你吃过？不能忘记他个。你带。一些店你带房厅哪想？哦哟，我错得了，对。那背的哟。那么科技自然他们就来打里开个头。我都的呀，他们呀，对。开个头。不非。算了不来讲。这个对那为打动的。哦哟，为打动的了。高几不讲？高100亿。高100哩。这句我们100。这个地方100。100亿。好。你带着。这等你记下了。他们呢？是谁不是呀？对不对呀？是你这个吹响。你这个对的。你说是我这个。这地方对的。我这个。他们弄。这对不对呀？你这个对他们弄的地脑对的。对。地脑对的。记下个绝了。对。就忘记了。那么春夏叫你多给力量子呢？可是也绝对叫本来的了。春夏你想嘛，他再都没个2句话了，没少别个我问出来的了。还给他等一等啊？对。这是我喊你进来了。对。春夏叫要经过来努力花了一些人打在里向。呀，他大，是我的来子呀。哎呀，我吃力得嘞，我要去再出去看啥人这挂事了。为人数给大的在我的吹响。那不是本人呀，也是一块在是东里拉下大娘娘身旁边，谁不是个谁做的这个哟？让他相信，但没相信，让他忘记他个在。方才你看见你们里上上一上个骷髅地上是没个个呀，谁不是来这个爱？这篇章里分享出来原来是此小不是在的。是个呀。吹响叫了旁边听见睡觉谁出来呀？少介绍谁不是这个叫？爸爸叫一只大山鱼这个哈，这个在龙福道清上那里这个。他大，你这里进来呀？由他里边来见我。是不是呀？他手里进来见。对。谁到屋里歇一歇？好有麻烦进来。他也打的，点不的打的。我把你这小妇人，他你打面孔破的呀？说你打的啥地他里了？我名秋香，花园中配着梅花，你为何要在我的秋香，摘得他气愁吁吁？他把地脑对的哟，地脑哟，你的老大夫了。为什么你呀在他？他到地脑对的地脑，你为何呀在他？地脑对的地脑。哎呀，
丞相一颗不灵在，他个头名举里拿什么笨个你？所以得讲我去个热龙抽帮子啊，根本哪没发现你，还是顶我来。三句话头，地道，为是我来。刚刚看见子我们不打不打来得个为事，我们来管，来说天在吹响叫叫，来让我管管，你是给。看见那水里像个姊妹花喊得来，你们里他你不肯不能，谁干了这个哇？哎呀，滴答，不晓得这个小猪的一直的让搞不会呀。滴答，那我这个到滴答，水里拿起桂花。这个灵。然后他想12个里桂花的特别吧？哎呀。让他对准丞相看看，里内不会说了你让隔离着，让说句话的话，小敌人手该大队，东乡，太大，去用手，龙门手，将这个小敌人从容得到。是这个小脚的发了，只要当杀这里老的。哦哟，小不是像一把一锅里不好在吧？要吃皮狗是吧？我不是么哭着呀，恰两张这边对准丞相看看，一把一个礼拜来。地道，丞相像那么龙江的，杭州皮狗一吃这个菜，脚的噼里啪啦谁要说出来个吧？还是让我来看这个人吧。太太。你也当呀？是啊。哟，太太，你们马虎虎做哎。你要随便来太太不开房的一个这样子了。可是嘛，小的嘛是东里拉大娘娘欢喜的呀。你当初你们大娘娘也动气的。有句老歌关，当给嘛也可知人面的嘞。太太，小的看起来嘛，可是东里拉大娘娘你拉下嘛，日子里好走吧？我大家不错，我晓得东西我是欢喜里的，干嘛的妈妈胡子玩？小的人下此口给。他把我对一个那不的，滚出去！丞相预备带子熬的不离同理。不晓得这个小猪我的么至少为分开了，当然就要同理的。真的还是出去啊！一个谢道。一把一把来，还是出去呗？对不呢？出去呢？他就来出去啊！来跟他给他吃了。你出去了没？好的喂，好的去，哪不能的？然后他到龙发明吧。那个小不你们丞相了，他早上还一把一个礼。丞相，太太，唯有他要分你去他亲父。这子嘛，丞相没理个，根本拿10句话走啊，怎么得来这个人啊？太太，那给我的嘛，肯定是当时要出去买花西，顺便忘记他打个洞里，之前忙啥个事也不是呀，我们理解个呀，我们理解个呀。你拿起门理解东西，口是非，他不理解个的。不对的，他讲还的哟，讲还的理解到这句我们100种里的，他你这个地方110的哟，当还的哟，那500种里掉不离的哟。是句我100种的呀，他个第一个里呀。口是你非我的丞相。谁人在我的曲下一口鸡小馍？那么一道人要到那边临时的，那么最多的对的往天哪地的，那么那土地我啊都打灯标也还的耶。这个当有混啊，要眼睛都要。那么这条带路的哟，你的那还为这酒，那么你这酒嘛100，他你这里嘛110都也的110，那谁没帮不得的？都也的。小弟你这样介绍的啊？那他对准丞相看看美好，你还差一个白字来批评的哇？那么你小弟个定计呀？
那他刚才东乡像个做小娘家子还不懂了呀。刚才东乡去挪100栋里不止你30，东乡去挪子100栋里出来，小兄弟起来，小弟弟了啊，起来吧，他不来了。100，为呀110，为呀150，起来吃3个菜，去吧。哎呦，对一点东的为呀我也耍些东的，替他吃3个。小为人下次口给，我都一等不高兴的牙齿都得110呀！你不高兴说这件事啊？那么你出来不临时啥小的东西临时起，嚯哟，他吼得一直起来，春香来到我沙上像有后来的，你挖差个不是的来骗我，我记得是非还是这样的，把我雇佣辰光要请你吃3碗嘛。你们拿到门手了，小门手来等我，偷的么也是你。原来是我这个吹响，这样一说吹响后，你称不了吹响。是。原来我爱在吹响里，好来哄骗我，所以我爱赶奴来里边来见我。这些人帮丞相来规定哦，不个激动走一走。面孔长得凶凶，哪种被龙家子？我里一些大胆我的。当不好就晓得，这个是要听得蛮清爽。姐姐的怎样？难谁龙家的？这谁做的别来把他谁杀子成？哎呀，这必须要呢。那么讲子哎，你去拿别讲啊。是。在这里想起真正农家的眼帮那3分钟啊。是明白了。是进来吧。都是姐姐。根子丞相进来的实在王庭，太太谁让小人看的？我不理这小狗噻，是我令丞相花园中配着梅花，你手给大队在我的丞相，那在得他气促吁吁。为何要再吹下？你讲啊，你可记在？是常常在王庭了，两个对中门怎讲？这个叫我拿说法。我现在老他问我啊，我要说被举我上去。老他儿子北衙门吹响，你不相信我给我了，那么我试得出。举真吹响，还是当我真心，还是当我假意，也是你试得出。我这边举我手上去了，他们的吹响就是说出我个举我呢，但我不信。他说谁这个良心能够走起吧？昨天的礼佛说出我个举我，帮我当我当人，那么我为谁了自己总要当点成功啊！卞太太。你终于够道理，有一个道理了嘿，讲什么道理？是卞太太。
狗儿我在吃饭听此地来。那么来他听明白那我们他吹响的忽悠里去还没喝我两个儿子们差我的忽悠里去还没喝这个一次没喝呢是我的家国喝那么吹响口中之里的是没喝了抢我是没喝所以我们在吹响没得在大王平上里冬儿一点不错吹响错关这年纪抢这个没喝做啥呢里面也对个功了总是的哈是要这个上年纪抢这个是没喝发啊忽悠的每日每当算了那些抢里是没喝了你也得功了一米之一听发的我来慢慢吹响太夫人可是你抢他的梅花这个嘛啊吹响一听啥么子啊那是我抢那个梅花啊可是你让说句话啊这个梅花是我自个爱的了你摘的来是龙江摘那么我现在也要说出呢说起来不对的梅花是我爱不是抢里的他说我自个也说了你马上就要吃屁股那么自个再用点呢吧是让我神人子一上去吧并太太这里抢他的梅花哦是你抢你当把好听的没欣赏也听个觉我们心火皮咋子开了去向是你当我都进来老他一听嗨多两个的一个聪明一个伶俐这个一次梅花这次梅花是种好的不得了了了不得了我也可以去向是将梅花拿来给我顾客真明吹响得最够嘞我为你想拿起梅花的来一拿嘛最得来他旁边请太夫人做娘老他当作是今日来看对整个是梅花一看嘛好都要西瓜子但是俺一次都没梅花花一都忘不了来啊这么花呢放在梅海子梅花呀放在曲向道嘛当不好这么去叫是梅花家要去经过这个会嘛也会你红一点不能让这上跟杆子呀哦哟你都两个的但是俺一次梅花啊去向是这次梅花甚好你自己不开口好么是吹响向我非看我来这些的了你子但是你说法我梅花刚刚往地上想一动嘛你来太太旁边省得这个头像不够想当不好是分享的啥个梅花嘛花不上跟杆子啊分享的啊现在你开心的不得了吹响帮我说句我想那个老头我要听上你那时候不相信啊去问吹响老头现在老后头让想当人对起来对准这个太夫人小人可能讲白话哄骗你啊哎呦那个神农在哪是越弄越不对着啊还是你老女人说得冲子呢冲的你说个好当我自己教过去对了对着我他让我安十句话你好对我是干嘛我把你这个给弄在手给手吃的大对听软我啊本着我不讲这大谁见我要打你怒气之3次好东乡老板
快去红手到来，将这农在从容之道。哎，东下去拿这个文书拿出来不当不好像将在吃三文。哦呀，对夫人今日先生不中呀，对给人呀。崔相对你妈妈你自告不还有，我没还帮你设置句我们个头名之旅说法做啥呢？那么也吃三文走啊，咁哪办法呢？还是让我去探探人吧。崔相眼睁追过来嘛，追到来他门里，当把好个旁边，不晓得自家当然哭得得劲的了。哦呀，总要听对给不别不。哦呀，对了，他不口我打手上包当在。一对汉夫妻到内他天地这个坟墓啊，用这个老套龙不动起来的呀。啥个道理？吹响拨落到举下来，举了我后旁边，啥意思啊？吹响你归然西来。山是我狗，为什么你来他人呐？太啦！呀，那爱狗是相遇红灯恩爱处，太太，他如今天太太得了他怎样？离乱之身家不好，是不是去向水上为家水？我日方夫身恩被拿来送着喏。当包听得没清爽，哎呦，去向了爱得我不得了，讨人的心肉代替我吃三碗，干是我心肉吃三碗，我当你什么我话牛着吧？你好吃三碗啊，太太。去向自己家里的身躯哪里打得起为是打小人的好啊！的好，那他一想算不上哪得你不夸张，人就当你呀啊！哎，打小人的好啊！小人的好，打小人！哎，东乡你快打！哎呦，又吃上我的了！啊，弄得这个东乡我这个门手啊，可吃个的呀！哎，他把当啥人呢？啊，为是当我嘞，为是当吹响了，为是当吹响了，当我当吹响当他，要死光，当到我身上来的。手昏他个在哈里啊，一勾都不要道理啊，不要我意思啊。东下去拿门手放的，我把你这狗弄的下次口给。太太，先生下次微微不给了，与我滚出去！哎呦，我心有举了给他，我三大吹响一上一次举了给他，搞不听见也都举行了。不给了，滚出去！是，哪是不能做高龙帮的？10里个里积累，你给我带吹响口笑的，是不能是了？你们是讲他一他行。我没顾及你，这个我晓得了，他爱惜的要想出来个。那你年纪轻轻的小样，你去帮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杀个楼手，也年轻的了。爱惜你白牙吃饭的，当不后非儿的心不定，你吃饭听到希望你想起。哎，老他的确，哪着想到的，就像为去了啦。哎呀，不对呀！我今朝要当我要你取上来他啥个行？
把你受昏脱了。我当你是当你怒气之三个，对着我踏踏手骨大的，恨不得抓骨这里知道我不对上来。随手我看你们，想要得从呼吸，唔杀得你还来当我当相当啊！你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你去帮年纪轻轻小伙子啥事体呢？除了你不必那个种强调内口想的嘞啊！到底嘞，恶头啊，总归是恶头的抢走出来。去想啊，我分得出你啊，你73斤我相夫啊，我啥个让得出呢？当你弄这个口的，哈。我们送来了你们的分析些送我，真正的我啊，后作烂。嘿，崔香，是你还没良心？你73斤我的相夫，哪一桩得亏于你？但是一个姑娘需要温柔。今日我将我爱知道，谁呀你讨嫌呢？与你什么相干？是打他怒气之3时，谁日被相以讥笑以不放？谁呀你讨嫌？小弟该死！哎，你进了相夫，我哪一桩得亏你呀？你反悔了么？我来讲这么一遍。你是哦，7岁听门响，他手的我做。我把心担，我想你爱你亲生养，为门女婿一转转。今日你呀与我爱讨嫌啊，嘿，去想啊，我想你是要的，终究要的去了我啥呼吸里面发动不晓得，我这个走一场春梦够福。开口梦夜山，好了，我把呼吸呢，去吧。就想带眼特子，他从来分对我是干些，少今在讲是干几句话啊？少介绍丫头总是丫头了，你到底是丫头？这个对他妈妈，我的确是丫头，但是我出身不是丫头，我也还是做不的，我而且没得办法想得那给他做丫头，根本哈，还不光你他，只管我吹下名上的口，今朝总归是我错在，让我来举止一个人，太子一个娘吧。要太太，小弟该死。黑夫生。
我们猴子眼里，望着房间里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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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气。拿一块纸袋的被子围在而是，忙着来他们里多一缕，被子嘛头浪下一句，要请太太走到你啊！要逼得嘞，是高兴刚上，你越是这样当越不可能噻。我有个脾气惯，哈了啥事呢？是。起来。都是太太。这一年有2年，现在不看你噻，只得被自己放开。他想好，我就不差你，随便啥事体不差你。让你先等在房厅上想看房厅，嘿嘿，让你不出中门，想上这个下载了不在的哇？所以吹响嘛，不出房厅，当保护到吹响房的为内了。当然恭喜我也不晓得了。你没开心，实在失望里想，哈哈哈哈！说不定。别过我话你想个吹响啊，你记住哎，我们终身这的痛。少了这个病了，让啥意思呢？我在弄不明白起来是吧？我是谁饭厅，不必谁花铺，去记的一日我是某拒见他为是个真理，为是家令人内他与美某这样我出谁了有阳风，打破了门楼皮要皮痛这里后练功夫细细来用心，后句一车八chân某今年上得2日天，文章不写你要有一的你要那么就等这2日开你新春再说吧，就睡了给他。一到到你要是忙得不得了了，想福利难办。那你要觉得你初一是8年了的，当然想为了他想要他去8年，但谁是让你8年的人他妈不是来8年，新年里是没难办呀。他做一身吹拉去，家门上无台府，林上的梅花深欧风，因为昨夜大飞到楼上逢人乘风行，家一大太平楼，新年过也家会垮了。
个腿银花饭，在那里见狗人。